胭脂你无介意，你甲我讲，你介意啥物件？我搁买互你。唔免啦，我无伫用这物件啦。你哪讲安尼？咱倒一个查某囡仔无介意胭脂咧，对无？啊！你我是真正真介意你呢。对你相怎？我会好好打拼，我会互你甲阿辉一世人。你敢讲会是我无可能吃你？你敢？出去！阿辉，没有，阿叔，你出来！你讲，免我再假，免你再假啊！阿兄这10几年拢无伫啊，真爽无对？我甲你保证，我一定好好疼惜你，互你幸福，互你快乐。你想死你！救我！阿爸！阿爸！阿爸！你安尼生创啥？爸，我是甲你讲，一世人，我除了阿叔以外，我别人拢无爱娶啦。哼！阿贤啊，就是囡仔，你保路用啦，保路用啦。啊，大伊规身躯臭酒味，一定是啉酒醉，唔知做出这种代志啦。你莫生气啦。阿爸，多谢你替我做主，我真是无法度甲伊住伫同一间厝内。啥货啊？无法度甲伊住共一间厝内。啊，你意思唔着叫阿成搬出去咯？啊，你有替恁阿爸想看啊？玉辉已经死啊，啊，伊真靠嘛靠阿成呢。啊，为着小小代志，你就要叫伊搬出去，你安尼敢对？我无这意思咯。无这意思上好啦。杨哥吼，秋兰啊，当阿成是真正去教，伊想要娶你啦。这是无可能的。我这世人哦，敢若剩一个愿望啊，就是希望你嫁我阿是，替我单家生一个查某孙。我离家出那这世人命，毋捌对人落软过，今仔日敢若对你那尔。阿爸拜托你。阿爸，我无可能嫁予阿成，请你莫甲我逼啊！天然啦，当这个时代啊，兄嫂嫁小姐啊，你真济人拢嘛呢，也毋是干那咱这家口啊那尔，免惊人讲啥话。就来安尼，只要你来肯嫁阿成吼，有啥物要求我拢答应你，就是讲骗金要加偌济，也是啥货拢无要紧。阿爸，我无想要要求啥物，我更加希望会当有一个查某人的尊严啦。你在讲什么话啊？查某人唔认婚，你讲什么尊严啊？你想要变会就天哦？阿爸，是的。你看啦，那是什么态度？阿母，我要去佗。阿母带你去佚佗。小等，我就知你会偷带阿辉走。阿爸，我要带阿辉走，多谢这么多年你对我的照顾，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恩情。要走你家己走啦。阿辉是玉辉的查某囝，是我单家的孙。你若是唔嫁阿成啊，以后阿辉也毋是你的查某囝。阿辉来，来看车来，来看车来。阿辉，你若母心肝真重，我会记阿公，咱莫吵，吼。阿爸，好啊啦，要走做你走啦，莫在搬歌戏啦。我不要阿母，我不要
拜。你敢是迄米店迄个秋兰啊？你袂认得我哦？我也无即嘛咧，我是迄拍米店的海海老母啦。哎哟，啊你哪变安尼啦？无即嘛，要无你是安怎？啊，透早就叫一个好人咪叫送看。你是要甲恁老母共款哦，叫人赶出去才甘愿哦？看你们气场！靠，你靠下！乖，不要紧，乖，阿公小你哦，哎呀，我阿公对哦，乖，阿成啊，无你是安嘛哈？你继续转受气是无？好一单代志，家己佛甲害了了，啊，搁敢对囡仔大细声，你吼巧角啦，无怪互人看无啦。阿公，你早去找阿母了，阿公。阿辉，阿辉，你袂细汉安尼，你会捌代志哦。你乖乖，阿公甲阿嬷会孝你，莫搁想恁老母好无？我不会，我被找阿母了，我被找阿母了。乖啦。我被找阿母，我被找阿母。阿辉呀！哎呦，啊，当时安怎透早就咱花屁屁叫，啊是要话谁听啦？哎，阿辉呀，你免烦恼啦，你阿母早晚就倒转来啦。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哪有什么意思？啊，唔相信，咱再看卖咧啊。哎呦，阿姨啊，啊你若想要讲啥，规气讲啦，莫互阮伫遐咧摇啦。哎呦，啊，当你若唔是讲唔知影秋兰的个性，伊是互大家赶赶出去呢，迄件真见笑的代志哦。啊，伊哪有迄面底袂晓倒转后头厝？啊是讲，你敢袂讲伊有一个阿姊伫咧家里乡咧开药房？迄搁较无可能。秋兰也有讲过，伊讲自细汉吼，就去跟阿姊安尼足侪代志啦。啊，即马搁较无可能倒转来对无？哎，啊，搭双的面底皮亲像你共款，遮尔高。哎呀，放心啦，啊，秋兰即马嘛无地走啦。啊，搁再讲，伊哪会忍心甲阿辉放倒遮咧？到时阵啊，伊一定会跪在咱的门下口，求咱互伊倒转来。迄时来看你点头，也是摇头啊。好了，讲完讲完。千里路，万里情。天下的母亲第一个。哎，讲迄米家村仔的一家口吼，迄个无血无目屎啦。你即马伫我遮吼，免烦恼，因哦唔敢来遮欺负你。
做师啊，学功夫，莫讲这地瓜汤啊，连猪头皮都毋捌食过啦。哦，即嘛有这地瓜汤通好啉哦，我是也够感激的，感激甲目屎强要流落。唔是啊，囝，唔是啊，囝，有当好过紧好过啦，我谢谢你啊。师啊，啊头家妈咧雄雄甲迄个查某带转来咱厝大哈，你看伊到底是安怎？哦，那有安怎？我看伊可怜无地去啦。可怜，你可怜八百呢？可怜，我看代志无遐简单啦。嘿嘿，我想若无毋对哦，头家嘛专工为我传的啦。为你传的？对啊，头家嘛专工为我传这个师傅娘啊啦。嘿嘿，师啊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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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唔正经咧，唔正经。正经代志无半撇啦。啊，讲这54衫你上搞啦？无我问你，迄阿高嫂啊，迄个菜刀讲叫你斗一支平走好袂？我等下先来斗，等下先来斗啦。阿勇啊，啊，你碗旁洗洗。好。哎呦，师，你看，这个碗是拄迄个查某啉的，你也看吧，碗底内底佫清清爽爽，来，啉。唔正经，唔正经，你竟然袂啉伊的喙暖？师啊，啊你捌听人咧讲药啦，一人啉一半，感情较袂散啦，来啦。恁跋到你也无赶紧这碗放的哦，迄支菜刀平起斗斗，恁要等下即个来斩咯。好，我即马水来，好啦。唔正经咧，唔正经，哦，54衫上搞了。喂，有啊，你是捌看过查人的衫裤哦？我问你，这领衫谁的？穿这领衫的人是毋是住你遮？你是啥？我是安怎甲你讲？你要创啥？你当作遮菜市啊哟？我要入去就要入去哦，哈？好，算你叫小好。恁爸爸安尼准煞的，哈？袂准煞？啊，你是要好水小份了？恁爸食清饭等你啦，唔正经。真是有一款代志啊！当然嘛真实的，我亲目睭看的，绝对无毋对啦。算我看唔到人啦，想到手啊，甲变这出戏来。你要去倒啊？我要去倒，我要去讨人嘛。哎，人是咱共赶出去，啊，这要去讨人，安尼敢好？当爬来咱头壳顶啊，啊你搁缀点点，你唔去，我来去啦。亮啊，亮啊！哎妈，秋兰，你甲出来，秋兰啊，秋兰啊！你大声声，你咧喊啥啦？我喊啥嘞？秋兰那是我的新妇呢，你凭什么甲我藏起来？哎呦，迄么奇怪，迄家己的新妇安尼唔好安尼顾好，我伫咧吵什么啦？无你这摆是咧讲啥哈？凭什么迄领衫谁的啊？你甲秋兰藏起来，去甲放出来哦，也若无食，我就无放你煞。你唔通安尼甘会有天啦！人你甲伊赶出来，后悔在外口咧扇风当露水呢，武贵名武官咧规身躯太过热了，煞免换衫了啦。哦，有听的吼，大家都无听的吼，也唔紧叫出来，也若无我就。大哥啊，要好水小问你。无啊，啊你安尼是创啊？要拍人？拍人？像恁安尼青门豆，敢若土匪咧，拍你是安怎？笑死人！我都免饲面土匪讲，吼，抢劫抢我到恁兜来。跳水英啊，你即摆是咧讲什么？哈？我咧讲啥？我咧讨人啦。阿爸，阿母，秋兰，你肯搁叫我亲阿爸，我听得真欢喜。过去迄种无爽快的代志，甲当作无发生共款，甲我转来去吼。对啦，要家己的新妇哦，都爱好好啊疼惜。不过跳水英啊，
我甲你讲哦，秋兰啊，甲你转去哦，你是唔通安尼强迫讲嫁因迄个小姐啊？老差伯啊，安怎哦，你管的代志搁真多哦。我呢敢唔对是无哈？咱是人呢，唔是精神呢，敢会讲安尼两个兄弟啊，拢能做一个哦？啊，你这黑白讲什么话？安怎后壁安怎就我可不管你啦？我不会啦，可是爱我计划是，我死嘛不爱转去。千里路，万里情。天下的母亲地，伊个。咱是人呢，唔是精神呢，敢会讲安尼两个兄弟啊，拢能做一个哦？啊，你这黑白讲什么话？我不会啦，可是爱我计划是，我死嘛不爱转去。秋兰，阿爸，我甲你拜托，别项代志我拢会当顺利，敢若这件代志，请你莫甲我逼。秋兰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有良心无？迄当初是若毋是我担架，你即摆，你是臭耳啊！人讲无爱转去，你无听着呢？紧转去啦！无恁别等下用讲出来甲你对死。我也是尊重你老伙仔人啦，我爱插。爸，秋兰，为着阿慧，我希望你好好啊想一下。你若想要转来，我随时欢迎你转来。秋兰啊，你若唔转去，这世人要想要搁再看到阿辉啦。